老人调离老厝，这个问题是愈来愈严重。但是政府的主体政策，哪像无法度解决这个难题？像讲补助老旧的公寓加装电梯，就算部分的县市甲补助金加码到300万，但是每一户负担的金额，卡袂到都要900万。而且住伫个1楼的住户若无同意，嘛无法度装电梯，这拢互这个政策真歹推行。若是要加装无障碍电动的辅具，各县市补助的标准无同，权责嘛无明确。另外有真侪县市鼓励长辈甲原有的徛家族人带入去社会主体，这项高龄友善的换大的政策嘛沦为口号，包含着双北、桃园甲高雄成功每合的件数根本就无几件，甚至因为社会主体数量无够，这个政策暂时喊停。为首脑找出路，继续来探讨。比如说1楼他们不同意，他们不想要搭电梯，折腾也是蛮久的。为什么坐电梯的可以有补助，那坐升降椅的不行？我们政府很多好像有政策，可上了政策事实上没有办法落实下去。住伫台北市中正区74岁国中的退休老师苏燕玉，最近总是烦恼一件社区的大代志。只有人上来可能还 OK， 但是如果你今天带了行李，尤其重的那种大型行李的话，可能就有问题。8到5楼皮皮喘，住伫厝龄将近40年的老公寓，考验着住户的体力。这边呢就是5楼部分，那他们呢当初搬过来的时候呢，就提出来说想要能够增设电梯。那因为他毕竟爬到这边的话，像我也是有点喘了。邮差过来要领东西，或者那个外送要过来要领东西，都是有困难的。最重要就是如果家里有生病的人的话，那他没办法走路，你要让他下去，其实蛮困难的。2022年，苏小姐找建筑师要替公寓规划安电梯。这个社区嘛是台北市将要增设电梯补助金额加到300万的头一宗的核准案，不过住户协商过程一开始并不顺利。比如说1楼、4楼他们不同意，他们不想要搭电梯，像我们打电话或者按电铃，他们完全都不睬。你觉得说像这种改建电梯啊，会伤彼此邻里间的感情？相当。目前台北市总共有90多万户的主体，52%是像苏小姐因兜这款的。50楼以下的公寓主体48%厝龄超过40年，想要安一个电梯解决老厝和老大人不方便的上楼困境。用不到电梯1楼住户一般都无兴趣，要哪找到适合的空间嘛是真困难。那我们那个盖电梯、搭建电梯的位置选在这边，大概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基坑挖下去，就是会有比较，有时候碰到一些问题存在。那因为这里头必须要有一个走道，让比如说像轮椅可以进出的部分，所以这个走道有限定说必须要多少公分，所以我们电梯也就会受限制，所以是限制它的大小，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大，但是至少要能够轮椅可以进得去，轮椅出得来，因为毕竟我们都会老。最后，苏小姐召开社区大会，得到超过1/2的住户支持，电梯正式案顺利过关。不过开工半年后，工地现场依然路苍苍。挖下去的时候呢，发现到我们的很多管线都在这边，如果管线这边，那就必须要迁移。看这个就是我们新的管线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是新的这个电线部分。哦，我们原来都不会，这个真的都不懂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。市府给你任何的协助辅导吗？等于说全部要住户自己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想办法。原来建筑师团队敢若负责电梯规划设计，后续广线迁移施工的申请，住户都要家己去处理。总工程经费700多万，扣掉市政府的补助，每一户依然需要负担超过100万。种种条件，民众惊敢唔敢做。希望说，在这个政府在这个都更处部分能够有一部分这大概协调，就是各住户之间的那个歧义吧。法令松绑方面可以对1楼他不愿意参加的，可以有一些更有大的公权力。
为了加速推动公务增设电梯，内政部授权一半以上所有权人同意就会当申请，补助上限45%，上这是216万块，台北市甚至添到300万。放宽设置规定提悬诱因，验过成效安怎？看这个数字，2016年到2022年，内政部总共核定补助59件庭，政府受理10件，加算算呢，全台湾平均一年较无10件。部分的县市像彰化，拢无人申请。不是说那个有钱就好，人你要有人要同意嘛。1楼的住户基本上他是持反对的。好所以在整合上面其实需要有时间去做整合啦。刚才一直在讲人是最大的问题。喂，妈妈，你今晚要去对？我今晚要出来办代志。还是发生多钱？嘿，对，爱整理一下，较袂歹看。卸妆打扮，准备要出门，住伫新店的欧阳太太，去年跋倒了后，骹腿就较无力啦。今年81岁了，爬了这楼梯爬30几年了，觉得很累。行出大门，坐扶手式的升降椅，即马8关8价，拢爱挖靠大部工具。现在是老年化了，政府要有这优惠给很多老人家可以翻倍，不然有的买不起大楼啊，买不起电梯啊。那你觉得你可以爬楼梯爬到几岁？你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对呀，我也不知道。处龄将近40年的老公寓，65岁以上的住户将近一半，都开始建议，希望讲到无障碍辅助工具要有这位朱先生。你家？对啊，到了。这大间厝，刚才看到朱先生孤单一个人，去年朱太太人无爽快，体力差真济，今摆必须伫病院疗养。这个是去花莲啊，就我外甥的结婚那个，他请我们去花莲走一走看一看。这个拐杖以前就我太太在用的，那我们住在4楼，以前他下楼梯呢，他扶着那个楼梯栏杆呢，一步可以往下走。后来做化疗的时候，几乎都没有办法走，很心酸呐。那个时候就在想说，想把房子卖了，然后就换电梯的房子。然后我退休了，没有赚钱的，实在买不起。太太破病了后，出一个门步步艰难。朱先生想尽办法替亲人解决迫切的问题。当初想坐电梯，大家想坐在这个位置，这块地也不是国家的，也不是政府的，是私人的，私人土地嘛，就免谈了啦。不要说电梯的费用了，你光土地我们就买不起了。公寓内部的空间不够，门外又果是私人的土地，只有透过电动辅助工具解决问题。大家过去的观念还停留在说，行动不便或是肢体残障，而近年来慢慢这个趋势已经演变到说，高龄社会的需求，没有电梯的环境里面，迫切需要这样的产品，而且需求量有越来越高的趋势。依照土地法的规范，任何人袂当拒绝还是妨害公共空间必要的无障碍设施，只要符合楼梯上下跨度维持伫75公分，升降的轨道伫楼梯上平10公分的范围内，而且宽度无超过50公分，拢属于合法的设置。一台扶手式的升降椅，差不多要70万到100万，计小无俗。民众想要申请补助，有可能得到这款的答案。台北市说可以，可是我们新北市就不行。截至目前为止全台湾除了台北市以外，都没有补助公寓大厦楼梯间装设座椅电梯。那我们只是一直想不通，就是说，为什么坐电梯的可以有补助，那装升降椅的不行？安装相对较简单，费用嘛较少，是安怎伫公寓公共空间，到底扶手式的升降平台依然无遐普遍。江小组对照发现讲，各县市补助标准不同款，甚至主管机关更加是权责不明。那个楼梯的爬梯，那爬梯那个部分基本上是属于那个辅具的哈。那辅具是在卫福部那边在做一些，应该有做相关的补助啦。公共空间补助这一块，它主要的权责单位会是在我们讲的国土管理署，有一些县市它会是住宅管理处，那有一些县市可能就是都市发展局等等不同的，所以它可能要直接去问国土管理署。这个就是我们大家一直强调的，就是说我们政府很多好像有政策，可是上的政策事实上没有办法落实下去。这一块我觉得政府还有很多努力空间吧。
若是公务条件无适合安电梯，那呢，到底无障碍设施有另外一个解决的办法？这是我们的履带式爬梯机。那我们就是现在先简单操作一次，这样。第一个，你就是要先去确认这个履带的凹槽是不是有咬合在第一个台阶。那如果确认咬合好了之后，就可以打开开关，就直接爬。透过摩打，就算爬起啊，嘛敢若行平路同款，爬楼梯加正轻松，替民众解决爬楼梯、落楼梯的难题。直接坐上去，对。组长可以借我拉看看吗？可以啊。感觉这个重量重不重？其实还好。其实还好。其实还好。对。所以说这台机器最大的限制就是它还是要有人来操作。对，它是要别人帮他爬，就是别人帮他操作才有办法，就是往上移动这样子。虽然目前包括小巴顶10个县市开放爬梯机租用服务补助，不过这个辅助工具操作拢爱人。2023年，卫福部放宽身心障碍者辅助工具费用的补助办法，头一摆将公园接近电梯的固定式动力的升降平台纳入补助项目，不过申请资格必须要有身心障碍手册，而且大概是透天厝，也是产权单一的公务。那你这火锅不在用？目前都没有，因为在真欢喜伫新厝客厅伫开讲，68岁杨先生，2023年8月，为24年厝龄的旧公寓搬入伫桃园市中心的中路4号社会住体，成为桃园高龄友善换厝堪成功的头一个案例。这边住的不错啊，各方面都很好，比那个公寓好太多了。2023年6月，桃园开办高龄友善换厝的专案，每合65岁以上的老大人住入有电梯的社会住体，并且透过包租代管，将老大人持有的旧公寓出租，以厝换厝，改善生活品质。可以电梯可以直接进来，没有任何的一个坎位。这个走廊目前的宽度大概是2公尺啊，那跟轮椅的我们一般的轮椅大概65公分是足足可以够大，那推的人也可以畅行无阻。老大人依照身体状况，会使经一般房型，还是无障碍房型。考虑到这老大人行动能力无障碍房型，涂骹无护垫，这门的跨度嘛是依照轮椅的寸尺有加大，加过宽度有降低，并且有到省力的装置。两房型一般户租金差不多14000块，符合市中心的行情，也不民众的欢迎呢。为了解决老宅困、老人困境，近年有地方政府是推出了高龄友善换居政策，像是目前呢，包含双北以及桃园还有高雄都有推行。但是其他县市并没有同步跟进。我们进一步从数据分析就可以发现说，目前各县市媒合成功的件数可以说是寥寥无几，包含了台北以及新北有6件，高雄4件，桃园是有1件，通通都只有个位数。尽管这项政策是看似亲民，但在政策的推行上，究竟又遇上了什么难题？老人家对他们居住已久的房子，他是有感情的。他就算觉得不方便，他也不想离开他几十年生活下来那种记忆点的这个地方。那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你要转换到社会住宅的话，你可能就有付房租的问题。那你可能就会想，那我这间房子在租金收益的来源是不是能够稳定？对了老大人的意愿，采访团队进一步调查，发现讲社会住体数量有限，这嘛是政策煞袂行的原因。对了新北甲桃园申请名额无上限，台北是15户，2022年高雄开放6户，到今年已经停办，必须要等到社会住体陆续完工后，才会有名额。我觉得现在政府对于长者住宅的这件事情，其实没有好好的准备，然后以至于长者换居没有，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独老，他在租屋市场找不到房子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。那我刚刚讲，老人穷的最后是房子嘛，那怎么样以房养老这件事情，这是核心嘛？你不太可能只停在我用现有的资源去做我看见的问题啊，因为这件事情你本来就是要准备的，因为超高龄社会是一直上去的，它并不会第1年上来就下来了。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方式，包括我刚刚讲到，可不可以售后再租回呢？在国外很流行的，你也可以说我捐给社福单位，像伊甸基金会，那他来协助你整个生活照顾的问题。我们的老人政策也要全面性的。
解决老厝和老大人无方便的危机，途径无的确是上直接的办法，也毋过需要等真久，难度上悬。打造高龄优先舒适住的环境，要有什么办法？那你其实应该去盘现在所有的住宅，包括现在新的住宅资源，或者是说闲置比较属于中古旧的住宅资源，到底有哪些其实是适合长者的？整个桃园社宅住宅的整个它的定调就是，以往大家听到社宅是所谓的3+3就是6年，那希望让长者在桃园变成一个终老的一个选项。我们不是说你姜太公钓鱼啦，哈，愿者上钩，不是这件事情啦。我们要主动出击，我们要符合他的需求，马上去很主动去做一些辅导。这件事情是我们未来政府要主动去做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有社区规划师 case by case 的来想办法帮他怎么样这个整洁维护，那然后去说服楼上楼下的人，相对比刚刚讲都更比较相对大规模要容易的多了。你我拢会老，或者老大人带了安心，不应该是遥远的梦想。受恼困境经过10年的探讨，袂使搁原地踏步，营造社会友善的气氛，建立永续的老年主体政策。面对人色海啸的来临，台湾势在必行。